手柄高。哦，2步啊。跟海蓝的怎样有？一步。他不可以打我射。一步了。可以，他打这里了。2步。啊，没有。没有了。快点，快点！都是这里。他回去给他。佢有貼 NG。我睇 NG 啊。你出去了。行一步啊。2步。好了，我要这边这边在。踢他没有。啊，我去那邊。你邊個話得啦？邊個話得啦？2步啊，好搞。1步得唔得？你中意啦。快點啊！做咩？一步啊！可以剪。你咁肥佢睇到我咩？啊，不啦你啊！天正好，天正好。買啊！下一步。我仲有一步，100人俾2步啊！天人見，你有2步，一步，下一步，到我了。一步，2步，哎呀，聽不到，是啊。2步，不打。打皮書啊！好短啊！中步快丁，得。到你。2步啊！來戴帽子啊！我一步按着算嘞。钱啊！不可以动先了。可以动。我不可以。没有，他第2局还没有动。文琪。他们继续了。1步了，我跳过。2步完了，我打下去了。